第一部是浊流，第二部是江山万里，第三部是流云。浊流第一部迄讲是淡水中学毕业以后，去考双级的学校无考到，就转到北极嘞，转到太海啊。外公跟他做教导啊，透过关系帮他在大溪宫前国小找了一个代课老师，第一步做迄下去转来做老师的情形，第一步做去离开代课老师，去考中法师范学校，毕业以后本人走去做兵，做日本兵，这一段时间的故事啊，很多江山万里。那段时间他的心理状态啊，那第三部是流云，流云就是二次大战结束，他从铁砧山退伍回乡，回到家乡，回到龙潭了，然后1945回来，1946到学校教书，这2、3年的发生的事情，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战争刚结束。那整个经济环境，整个国家的建设都处于在一个百废待举的状况，比如下改良时的很两谈的情形啊。台湾历经了50年的异国的统治殖民，终于迎接了所谓的祖国。那当时的台湾人，包括中老。也对祖国怀抱很大的期待啊！想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啊，然后又接收了日本那么多的现代化的东西，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强大的。这一部《流云》这里面也提到当时怎么样迎接国军啊，学校去列队，所有的乡民都围过来了，在街上等，大家那个彩排啊，每个人都拿旗子欢迎。从这3部书里面，这一套3部曲里面，当然也穿插了一些爱情故事啊，一些客家的民俗啊、风情啊、采茶啊、唱山歌啊，那客家的文化也在这里面被保留下来。